直播啦，抖音的直播啦，直播后会显示说哦，直播完了，你看显示说有多少人看了，新粉丝也没有啊，送礼者没有，然后按直播中心看看，直播完会自己出现这个东西引导你去看。哦，引导你去看影片存放在哪里。哇，原来进入直播中心了。对，要做一个连接引导到左下角重播那里，左下角重播那里来看那个影片。你看直播影片重播，哦，你看直播过的影片会显示在这边。你看那个时间不对啊！你看还没有在这里呢，所以要内容会保存90天，你看保留90天，3个月。Line LINE 打影片传到 Line Keep KEEP 传到 Line 记事本，影片、图片那个声音可能也可以吧，影音、图文，还有连接的应该是网页内容的吧，也可以呢，送上那个 Line 笔记本，但是也是保存90天呢。刚刚直播的那个怎么还没有显示出来呢？再按一次，新增了一个公会中心呢，进去啊要叫你设定，允许他通知，或者是不要允许他通知。没有允许开放自己的账号，让人家能够连接，还是收信？那个有没有看到倒数第3行公会中心呢？这新增的哦，你看可以关掉呢。如果开启任何公会都会收信，还有邀请您的账号呢，不想收到公会邀请就关掉了。刚刚把它开的了，你看还可以看这些影片呢，按进去。4万个粉丝，4万个粉丝。